代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上班族。他最大的梦想是买一栋房子，买一部车子，然后生2个小孩，再娶一个老婆。搞错了，是先娶老婆再生小孩啦。他生活中的小确幸就是放假的时候呢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开车出去玩。就在此时，他竟然忽略了一个小动作，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动作，却造成他的梦想瞬间破灭。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国道上一辆货车掉落了一箱货物，小戴紧急转弯闪避，悲剧就这样发生了。还好只是卡通，让我们重新来过。这都是后座没有系好安全带的后果。当初有系安全带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喽。他生活中的小确幸就是放假的时候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开车出去玩。就在此时，他竟然忽略了一个小动作。不对，他没有忘记要系好安全带哦。就是这样，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，并斜向通过胸前，且应置于手臂上方。国小的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缠绕颈部，孕妇使用安全带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，以免紧急刹车或撞击的时候伤害腹中的胎儿哦。现实生活可是不能擦掉重来的哦。根据交通部统计，后座乘客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有系安全带的3.6倍，千万别因为一时的疏忽而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哦。大家一起来，前座提醒后座一起系上安全带。安全带的新幸福，紧紧系住全家福，高公举关心您哦。